1年前，我才有过2个月，大学就要读了啊。毋过我颠倒咧烦恼出学了后的出路，因为我还阁因无识头，是有去因几落间公司啊，但是都无回音咧，互我真失志。加在朋友介绍，去一间印刷公司互请。虽然参我读的无相干，但是主管甲我讲一句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意思就讲，若骨力做，肯学，有一日嘛会做甲伫咱这度的top部的。伊讲这个话，互我加真有信心，决定要继续留在这间公司服务。